你執咗，個粒都襯好咗，機票 check 咗，入境簽證都 check 埋，搞掂出發，人齊即刻 check in先，有冇帶齊旅行證件啊？梗係有啦，你咧？有，等等，有嘅。做咩喎？旅行證件好重要噶嘛，如果大頭蝦唔見咗，翻唔到澳門咁點算啊？梗係要代揾啲先得噶啦。啱嘅啱嘅，出門在外梗係要報告好啲重要證件噶嘛。不過如果真係唔見咗嘅話，冇啊！我唔見咗個旅行證件啊！唔使驚，可以透過一戶通海外求助。旅遊途中遺失旅行證件服務提出申請，之後就會收到24小時有效嘅申請編號同驗證碼短信。喺指定時間內去中國駐外使領館申辦一次性旅行證件，就可以順利翻到澳門啦。來，謝謝你的證件。遲到啦，上唔到機就真係邊度都去唔到啦。大家去旅行嘅時候記得保管好旅行證件啊！等埋我啊，喂！